新修正通过性平3法，对3月初8特别开始实施。今仔日就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呼吁企业要做好准备，要共同来营造性别优先的工作场所。不过，因嘛指出，性平3法针对案件的申诉管道甲处理方式拢无同，有的案件有可能同时阵去牵涉到2种以上的法令。若是拄到这款情形，是要安怎处理呢？民团呼吁应该要定好清楚。去年的MeToo事件带动后续性骚扰防治法、性别平等工作法、性别平等教育法、性平3法修正。去年修正通过了后，这个月初8会开始实施。现代妇女基金会承接台北市性骚扰防治服务专线，发现实际上拄到性骚扰案件，可能同时间牵涉这种性平法，但是每一种法律处理方式不同，就可能造成第一线工作人员混乱。在案件的适用的法令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其实在这里面性骚扰防治法的还是占大多数。会发现加总的数字是大于我们的235，原因是因为呢，这个有一些案件它可能会同时适用性工法跟性骚法，就整个申诉途径都不同。我们在职场里面的性别平等工作法呢，它是向被害者的雇主提申诉，可是我们的性骚扰防治法是给加害者的雇主要负责调查，除此之外，其他全部都是警察要负责第一线的调查，所以他一开始走的途径就不一样。工课场互人性骚扰要行性别平等工作法，那伫工课场公开场所毫无特定人士性骚扰，就要行性骚扰防治法。但是民间团体举例，那住院的病人对于医疗人员性骚扰，这个病人要算特定人士，也是无特定人士，就无清楚的解释空间。那这个是特定人还是不特定人？他到底在调查的时候要用性别工作平等法，还是要用性骚扰防治法？对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讲啊，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你给我一个清楚的指引，你们两边的部门，你们要采什么见解、什么看法，你只要确定，我们第一线就有办法能够执行。另外，过去工课场互人性骚扰申诉要经过雇主，受害者可能就无愿意申诉。新法有做改善，允准被害者直接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。但是民团指出，被害者敢要是会受到工课场的权势无对等、失业风险等等压力，无愿意提出申诉，是未来要观察的重点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